大家好啊，又嚟抽 PAD 嘅。今次係想講下呢個全宇宙最唔想嘅抽嘅合作。你睇下，一直都唔係好想抽佢嘅，因為好似感覺冇乜意思。佢啲 mini 版係完全唔夠放棄治療嘅狀態。咁咧，但係都尊重翻佢啦。係啊，擺足2日，擺足2日，係大家睇清楚。通常係擺足2日，我都好猶豫抽定唔抽。呢一抽係純粹致敬佢咁 mini 版嗰隻龍都係銀版啊，唔係驚咩？就係咁樣咯。你話邊個會抽啊？草石啊！啲人就話佢佛心啦嚇。咁我睇咗其他嗰啲YouTuber 拍片抽都好可怕，咁我就真係唔夠膽抽啦。好啦，報告到呢度就咁先，祝大家好運。